莫见你风儿有把家，手弯腰无啊不上，正门听怕的如果此人配不上有真人过相。讲得好，讲得好！既算是两家攀了亲，我有桩事倒要同你讲清楚。老夫人，什么事请讲？都是为我月里八字生内心里一空，只要看父郎，穷人娶他能为3年，富人娶他要一命亡。相中兵是朝廷一种量，我真诚心无辜为你把命丧。因此我配你三家为你，好叫你思了在心上。想不到你对月里情意好，你攀亲不怕手不长，意思是只要你大人一句话，要霸道我连呀可以把